大家好，又係 Master 關玄學世界嘅時候啦。咁啊，今日講一個話題係比較得意啲嘅，因為話說咧，弟子就話說佢自己都識得擇日嘅。咁佢擇剝牙嘅時間咧，就擇到自己個忌辰年、忌辰月、忌辰日、忌辰時，忌啫你唔要嗰啲啦。咁擇到個最衰嘅時間俾佢自己。嗱，嗰個時間就唔係對所有人都衰，不對佢特別衰。自己又冇特別留意，咁咪擇嘅都算係啲醫生自己揀咗之後俾佢，咁佢又覺得 OK 啊。咁啊，連日曆都冇睇啦，自己又冇算下啦，咁啊入咗去之後咧，發覺剝完牙之後入咗 ICU，因為流血不止啊。咁啊見到人生走馬燈再重播，咁啊有人就問我：喂，呢個人生走馬燈其實有啲咩作用咧？就係喺佛教嘅講法裏邊咧，人生好多嘢潛藏咗喺阿那耶識。阿那耶識咧就係一啲記錄咗落去，但係你未必會記得，未必會好醒覺當中呢件係咩事。你啲嘢儲晒落去，咁但係平時你唔會翻睇嘅。咁你翻睇咧，就係你喺人生所謂到底嘅時間咧，理論上呢件事會翻出嚟，而引起你一啲嘅經驗。係咪每一個人都會有走馬燈嘅嘢見翻人生到底咧？就應該就唔係嘅。不過我都當然啦，我都未係啦，我可以有辦法睇過到底之後翻嚟話俾大家知，其實我見到見唔到咁。但據聞有啲人喺生前遭遇橫禍好痛苦嘅時間，佢淨係會記得痛苦嘅嘢。咁但係呢個痛苦嘅印象咧，就會影響到佢投胎嘅。呢個後期再講啦。咁人生到底走馬燈嘅時間咧，對你有影響深刻，你自己有反應嘅嘢嗱，反應嘅嘢就係自己內心深處嘅一個反應，未必係你當日當下嘅一個反應。咁有啲人可能殺人無數嘅，佢殺人嘅時間可能個表情出嚟表現出嚟，佢係冇乜特別嘅。不過佢內心深處有一啲可能害怕，有一啲悔恨，有啲憤怒，唔知。而呢啲嘢咧會影響到你會同呢個業力呢件事有啲牽引。咁如果有啲人例如係咩咧，嗰啲色界色心好重嘅，呢啲咁嘅經歷出嚟會牽引到佢同色界有關嘅嘢，可能會投生一啲唔係幾好嘅地方。但係唔係話所有呢啲人都會有呢啲嘅投生？根據佛教授講就唔係嘅。呢啲人就會喺佢生前嘅一啲咁嘅潛藏咗喺阿那耶識上邊嘅嘢咧，就係睇下佢嗰陣時嗰分鐘對乜嘢有反應。嗰個反應有一啲所謂情緒波動，咁呢個情緒波動就會帶佢走啦。你人生嘅當中，其實最緊要嘅修練就係對任何嘢都冇情緒波動。有啲人話啦，係我一心不亂念阿彌陀嘅時間，阿彌陀就會嚟啦。咁但係係咪咧？就係你要去到一心不亂，唔受任何嘢影響，你又見到阿彌陀，你又見到佢指引嘅道路或者一啲好嘅去處，你都仲識得認，你先會好嘅投生。咁所以好多人點解要喺生前要修練好多禪定啊、修練靜心、穩定安心嘅嘢，亦都會叫你去懺一啲嘅罪或者遺憾啊、嗰個愧疚啊。全部唔再出現，就因為呢啲嘢喺走馬燈當中會出現。呢個走馬燈當中出現嘅時間咧，咁你就會有啲嗰啲反應啊。如果你有懺咗啲反應唔出嚟嘅時間咧，你唔再同嗰件事糾纏咧，你就可以令到嗰啲嘅習氣牽引你少啲。但佛教講嘅，所有你做過嘅因都會有一種牽引，因埋個業力會有牽引，因果加埋業力就會顯現。做咗嗰啲衰嘢啦，理論上都會翻嚟嘅啊。咁但係當然咧，亦都有人相信。呢個世界做咗衰嘢都冇後果，因為緣就緣嘅，人死如燈滅。包括好多啲出名嘅人啦，唔好講邊個啦，就係覺得人死如燈滅，所以成日都講活在當下嘅。教佢講活在當下就係都有呢個説法，但係佛教個活在當下就比較似，即係呢分鐘你做好咗你自己就活在當下，唔好太過憂慮明天，又唔好太過愧疚嘅過往所做嘅一啲事件，都冇得愧疚噶啦。你懺悔咗，你唔再犯就得啦。咁所以佛教講嘅都係講清好你自己，同道教講嘅逍遙自在其實本質上有啲類似嘅。咁道教講嘅逍遙自在就係唔好俾任何嘅世俗一啲物質啊、一啲規矩啊、一啲戒條太過影響你自己。咁但係人世間都總有嘢有遵守嘅。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你唔好令到自己好唔逍遙、好唔自在。有錢冇錢，佢都應該好逍遙、好自在。呢啲境界就會同你喺人生當中死亡嘅時間，呢啲嘅拉扯，呢啲業力嘅牽引，會有比較大嘅幫助。如果你可以令到自己唔受佢牽引，因為其實每個人咧喺佛教當中，每一日咧都有經歷死亡嘅時間啦。呢個叫咩？睡夢中陰。你喺睡眠嘅時間，有幾多人會知道自己係一個咩狀態，唔去咩狀態？即係你發惡夢嘅時間。
你有冇辦法即時令到自己我唔好驚，唔好發呢個噩夢？如果你控制到夢中有呢個能力咧，恭喜你！其實呢樣嘢根據佛教所講或者道教所講，都有修練嘅一啲方法嘅。咁如果你修練到某個情況，你再見到呢啲嘢，你唔受驚嚇，又或者你好清空，你知道自己自在，你本身所面對有啲咩業力清楚清晰嘅時間，你喺往生嘅時間就會唔受呢啲嘢影響啦。呢啲嘅嘢咧就會迫使你一係就修練。即係多啲做好事，少啲做壞事，少做壞事，你啲牽引力少啲咯。你嘅願力好大，咁跟住你喺去到嘅時間，突然間即係阿彌陀佛出現，或者相關嘅神或者佛會出現，去到牽引你有啲好嘅往生，咁呢啲都係你生前可以做嘅嘢。咁所以不外乎幾個方向：一，少啲做壞事，多啲懺悔；另一方面就係多啲修練，修練就令自己就係所有嘢唔影響你自己，處變不驚，去到心唔起任何波瀾。你同某啲神、某啲佛有更加強嘅關聯，到後期佢可以嚟接引你去一啲你想去嘅地方。就係你自己本身喺世俗當中嘅嘢，唔好太過追尋、太過追求。但係當然啦，大家都要啱啱揾食，大家都好想揾錢。即係等於啲特別大嘅彩池嘅時間，大家都會走去買。咁基本上你呢一個情況就係你唔好受太大嘅一啲牽引，即係有又得，冇又得，逍遙自在。即係你呢啲餐有得食咩又好，冇得食咩都好。咁所以唔需要太過束縛。理論上就呢啲會好啲啦。講完走馬燈啊，咁啊順帶講樣嘢啦。有啲人話我見到光喎，見到光要睇見到冇咩光喎。因為你知佛教我有研究過啲書本咧，但係你問我咪背晒，我冇背晒嚟啦，係咪？唔會見到光，但係嗰個光要睇下咩光，因為咧西藏生死書講咧，人喺慢慢死亡之後咧，唔係即刻離開身體嘅，佢會有講緊四大嘅慢慢倒塌，即係地水火風。去到某個情況咧，開始慢慢你嘅熱力都會走散，可能會覺得凍。佢講一下，有啲人咧就會喺凍嘅時間咧，就需要揾啲暖嘅地方，見到有窿稍微暖嘅地方捐入去。咁呢啲地方有機會見到有光嘅嘢咧，都或者暖嘅地方咧，都可能係啲投生嗰啲唔係幾好度，例如咩地獄道，地獄熱嘅嗰時火燒係咪？又或者畜生道，見到啲皮毛嘅轉咗入去，原來成為一隻貓，成為一隻狗。咁所以變咗你要認清楚個光係咩光。咁有人就話啦，唔係白光喎，有啲人話見到紅光，有啲人話見到黃光，有啲人話見到綠光，係代表唔同嘅神明。個光有幾光，其實唔知，亦都翻去原本嘅問題啦。你本身嘅修練係乜嘢？你有冇喺修練當中就所謂自己個心好平靜，見到一啲你嘅環境，你唔去追逐，慢慢啲環境開始，你會見到一啲真實上明心見性。你見到自己嘅時間，你見到真實呢個世界嘅樣子，你知道係點嘅時間，你先至分辨到呢啲光明。咁唔同宗教有唔同嘅儀軌，咁你話去揾西藏嘅喇嘛去學習又得，揾漢傳嘅佛教學習又得，或者揾道教學習都得。咁但係呢一個始終都係有啲人有啲講法，咁但係相唔相信又係另一回事。咁同埋有比較多嘅一啲修練喺裏邊。咁大家如果想喺上邊收集呢啲嘢，可以留言喺下邊，係啦。咁我見到大家有呢啲留言嘅時間咧，我就會開呢啲專題再同大家講。咁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